又想機平又想機輕情，咁今日我就幫你揾到呢一套啦，10幾萬你就可以攞低珠海南平華發雙刀棚呢一套朝南向嘅119平方豪中3房啊，成個客廳嘅開間你都可以睇得到啦，足足去到接近4米啊！餐客廳、廚房一體化嘅設計，包括呢啲倒台啊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更加驚喜嘅係門口。發展商就已經送足3個平方米嘅入戶花園俾到你啦，10木嘅門啦，5合1智能密碼鎖，到頂嘅呢啲鞋櫃啊，都係交付標準。更加恐怖嘅係，佢又送足一個5平方米嘅瑜伽房俾到你啊！你同你嘅太太啊、先生可以一齊喺呢度做下 yoga， 非常之唔錯。L 型嘅廚房帶埋呢啲廚房三件套啊、歐派定製櫃啊，包括啲倒台都係交付標準。兩公婆平時可以喺呢度滴翻2杯啊，生活真係特別寫意啊！呢度可以滿足你3代同堂，呢度同時用餐冇問題嘅。成個客廳嘅開間都可以見得到啊，包括呢啲天花吊頂、無主燈，帶埋大金嘅中央冷氣都係交標。交樓之後呢個係第一間房間，而家樣板間係 book 咗嘅，都係朝南向，望住一線嘅園林景觀。小區共自帶咗3個羽毛球場、3個網球場，仲有3個籃球場，仲有室外、室內嘅恆溫泳池啊！呢度又係贈送嘅面積啊！呢個發展商真係相當之大氣，擺低張2米嘅床依然可以做到3邊路床位，而且佢仲係現樓現證，即買即住即交樓。去到南平華發商都僅需要揸車5分鐘，一個紅綠燈就可以去得到啦。搬到香港港珠澳大橋以及澳門啊，唔只單有業主樓巴，你揸車都係10分鐘就可以去得到，10幾個輕鬆攞低呢一套南平華發商都棚嘅現樓單位。如果你感興趣嘅話，可以 follow me， 我係小雅。Follow me，再講一次，帶你揾返你屬於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